你好，歡迎你，我係619，為你聲音導航。今日大年初三，619祝你龍馬精神，心想事成，東成西就，萬事勝意，出入平安。有冇覺得我呢段說話熟口熟面？係咪幾乎每年拜年都會講？有冇諗過點解我哋由細到大都被教育新年唔可以講，又唔可以講，更加唔可以講，就算打爛隻碗都要即刻補返句落地開花，富貴榮華。呢啲所謂嘅吉利說話，究竟係真心嘅祝福，定係一場集體催眠？就等我哋研究一下吉利說話背後嘅心理操控。首先，我哋要清楚一個概念，語言唔單止用嚟溝通，仲會塑造我哋嘅思維。有心理學家提出一個理論，叫做語言相對論。簡單嚟講，就係你用嘅語言會影響你點樣諗嘢，同埋點樣睇呢個世界。我哋對語言嘅敏感度，有時真係去到一個迷信嘅層次。有冇試過農曆新年嘅時候，唔小心講咗句，哇，好攰啊，攰到想，阿媽就即刻響晒警號，大吉利是，新年流流講咩嘢啊？跟住要你掌嘴，你口水講過。呢個反應真係唔係阿媽嘅錯，唔係阿媽神經質，而係一個深深刻咗喺我哋基因入邊嘅語言禁忌。講到語言禁忌，最經典嘅例子就梗係個4字。香港好多大廈都不設4樓，3樓之後就直接跳到去5樓。邊個發明？冇人知，就係因為4同個音相似，就被判定唔吉利。同樣道理，新年期間梗係要食年糕，除咗因為好味，最重要嘅梗係佢嘅意頭。年糕年糕，年年升高，細路仔食咗會快高長大，大人食咗會步步高升。仲有唔少得一定要有條魚，因為年年有餘。仲要記得食埋發菜蠔豉，因為發財好市。最好就擺埋盤吉，因為大吉大利。其實全部都係諧音遊戲，我哋將我哋嘅願望同食物個名透過聲音連結埋一齊。我哋唔單止相信呢種連結，仲會因為呢個連結而感到喜氣洋洋。呢啲就係語言嘅魔力，佢可以將抽象嘅願望變成具體嘅食物，然後食落肚，簡直就係願望成真嘅加持。好啦，食完嘢啦，如果唔覺意打爛隻碗，過年就梗係會聽到落地開花，富貴榮華。其實都真係幾犀利，明明係打爛咗嘢，但係一句說話就將成件事逆轉。其實呢個做法嘅背後涉及心理學入面一個好重要嘅概念，就係控制感。人類對意外同損失係天生恐懼，打爛嘢代表失控，代表損耗，呢啲都係我哋潛意識想避開嘅嘢。喺農曆新年期間，又點能夠容許呢種失控感？喺新年，我哋要預示到全年順利，好頭好尾，所以我哋就用語言去重新定義呢件負面嘅事。落地開花，將打爛呢個負面動作包裝成開花呢個咁美麗嘅意象。富貴榮華，將損失呢個結果轉化成有財有勢嘅預言。一句說話將成件事逆轉，其實根本上就係我哋嘅大腦喺度做緊危機處理，用語言去安撫自己，話俾自己聽冇事嘅。呢個機制同心理學嘅認知重評好相似，即係當你遇到唔開心嘅事，你嘗試換個角度嚟睇，令自己冇咁難受。吉利嘅說話就係我哋文化入面一種集體嘅認知重評工具。講到底，其實新年我哋最關心嘅都係封利是，逗利是就梗係開心，但係利是嘅銀碼其實都隱藏住潛規則。潛規則一，雙數嘅銀碼，呢個係因為中國傳統觀念當中，雙數即係偶數，象徵住對稱、和諧同圓滿，寓意成雙成對，好事成雙。所以新年利是梗係要封雙數金額，攞個好意頭。潛規則二，10蚊出局。以前好多人都會封10蚊，但今時今日物價上漲，利是銀碼嘅心理價位當然亦會隨住時代改變。既然10蚊似乎唔夠體面，就梗係要叮佢出局。原來一封利是唔單單代表一份心意，銀碼點揀，背後原來都有一套祝福密碼同社交心理學。講返轉頭，其實講一句吉利嘅說話真係有用咩？喺科學角度講一句恭喜發財唔會令你銀行多個零，但喺心理學角度呢句說話
其實有自我實現預言嘅效果。乜嘢係自我實現預言呢？簡單嚟講，就係你相信一件事，你就會不自覺咁做出一啲行為，令件事最終成真。譬如話，小明成日同自己講我好黑仔，小明就會成日留意啲唔好嘅事，仲將佢哋放大，最後小明就真係好似好黑仔。相反，如果小明成日同自己講我會好幸運，就會更容易留意到機會，更積極去行動，結果就真係好運咗。新年嘅吉利說話就係一種集體嘅自我實現預言。我哋透過不斷重複萬事勝意、恭喜發財、出入平安呢啲祝福語，為自己同身邊人注入一種正面嘅心理暗示。呢種暗示唔會即刻改變現實，但會改變我哋對現實嘅態度。有研究顯示，喺農曆新年期間，因為吉利說話嘅影響，整體社會嘅樂觀情緒會上升。呢個可能就係吉利說話最實際嘅作用。但係隨住時代變遷，社會變得越嚟越理性，越嚟越科學化，呢啲迷信式嘅語言習慣仲有冇存在嘅價值呢？我哋人類從來都唔係純理性嘅動物，我哋需要儀式感，需要符號，需要一啲冇用嘅嘢去維繫人與人之間嘅感情。吉利說話就係一種情感黏合劑。當你向人哋講身體健康，你唔係真係相信一句說話令佢唔會病，而係你透過呢句說話傳達緊你對佢嘅關心。同樣，當你向朋友講心想事成，你係喺度傳達緊你對佢未來嘅祝福同支持。吉利說話唔只係傳統，係迷信，仲係一種透過語言去安撫心靈、連結彼此嘅智慧。所以吉利說話絕對有存在價值。今個新年恭喜人嘅時候，你會唔會多咗一層體會呢？如果你鍾意我為你聲音導航，歡迎你留言、讚好、訂閱、分享。我係619，多謝你。